中世开始吼，用我看有按工作用办去用一个木柱吗？我看伊冇用办因讲，用办用个木柱，唔讲我自家看，了解世界嘅方式是系爱好偷看然后偷谈，所以观察了世界。呢度去到白角，係去到白角安尼，佢算到佢拄到間5年之間應該很好，係很好偷談，然後偷談，然後偷看，佢哋拄到嘅當相愛眼光嘅，應該是我一起看，就不好意思啦。他有那種從偷窺看，很奇怪。但是我一起看到，因為講到你像係變態呢。係啊，我因為看，我就會看到嗰張影看，我實在看唔會安樣啲嘛。係，我係安樣影嘅影，我最好看嘅其實係老鷹鬧鳥嘅，還有聲音啊。老鷹鳥鬧聲音，你都陪你出錯呀，你都陪你。我國小嘅書姐是可以去點散通咧，散通啊，那個散通劑啦，就點你都看唔到。我看得到，不過個日頭曬落嘅書姐會回講，尤其係寫書姐啦，國小嘅書姐咯，當日造訓來做咩？訓題、招會，所以寫書姐啦，書上本信上罵講，哎呦，做乜個冇看100多，我一直這樣子。已經看唔到啊！本日睇撐到看唔到。係啊，後來到國中嘅書姐啦，是會跳大概種圓形嘅木鏡、隱形眼鏡，它就變身成當成韓國嘅那種明星強哇！我有扮演隱形眼鏡當鬼呢。係，錯，睇有眼咩錢啊用？我到各種嘅書姐啊，好挑選物啊！就是我會開始戴嗰種白色嘅木鏡，白色的框的，故意加木鏡係白色嘅一種，真的很帥。然後會變色這樣。遇到唔會變色。你給路你㗎？我去到我自家非常排頭，結果咧，我通後車係買馬地嘛，叫我白目鏡。你當白目啊？個有人寫時節，本來木竹好些，結果實行喺本家咩通8種嘛。哎呦，用按菜糕呢？阿簡呢？就係嗌寫時。上到聽這係冇。可以，做咩你叫8種啦？8種我自家同緊8種。好，你講下。因為我國小嘅時節，木私立同學1.2、1.6，唔過咧我隔壁嘅同學叫勸師，其實按你上課嘅時就按你木咪咪，你知道按課係很酷。我就學記安尼，哎，眼眉有好高，我就上課時咪安尼木咪咪，咁眼眉就鬧到眼可能勸師就去檢查，唔講樣板檢查就冇1.0、1.1，好棒棒，好木竹，好咧，樣板安尼，眼眉就冇眼，就老師老師講，因為咧隔壁嘅同學就安尼木咪咪，我就學記，嗰時報名咧，眼眉去講看到眼木咪咪，佢就會幫我一巴掌，就打敗咗安尼，結果就打到敗鐵咧，就打到就敗鐵。其實我阿姊呢比我行較會讀書，唔過我阿姊讀書讀到戴木鏡，唔過我自家讀書比佢較好啦。嗰時我就想講哇，幾樣用戴木鏡好，就在讀書咧，100分，當我讀書嘅人就當我戴木鏡，因為我用快點當成都係哦。兩邏輯都有問題。你繼續應該阿總就係好多愛讀書哈。我說呢啲時間，我好啦，你也是。我會讀書啊，唔要讀書。嗰陣呢個時間呢，我就想講，應該條帶我阿姊嘅木鏡好咧。沒有變，我說咧，係，沒有變到動愛讀書。我說我大半號，而家結婚嘅時間。小叮當嘅加拿風，就跟真嘅嗰啲條衰木嘅時間，我就條風從嚟去帶嘅木鏡帶寬呐。結果就發現哦，原來係按用嘅感覺，本自家混混呢。哇，好 enjoy 這個感覺，你知道嗎？就因為佢頭擺哦，細個時節對我出世都我差唔多小學哦，就童年嘅時節啦，就同好用嘅翕相機來記錄我哋嘅成分。哦，幾種是翕相機嘛，傻瓜相機，我嘅翕相機嘛，最近就見翕啊，最高記錄我記得差唔多1、2禮拜哦，為做去攝像館留嘅相片攝出來。哇！就按嚟開始過向藝術圈師咧，唔知大家種做乜解會講係翕相機嘅關係冇？係啊，閃光燈。我條位咩要嘅？哎呦，好係咪解？我不知道。唔知好，一當陣啊，因為北強係名神嘛，你阿張地喎，帶嘅咧，因為係蒙醜啦，要帶嘅呢條毛。你要去捧他呢？冇按
尼嘅日頭木匠啊，古上來做安尼本進去嘅散工電腦，這樣進散。跟伢咯，我有圈死。係圈養圈死。哦，跟做係伢爸爸嘅問題。係做係伢爸爸嘅問題，絕對係問題。啊，做係因為安尼做圈死嘅啦。那其實一團戲，佩哥知道困擾。馬莎。討論過咧，即係我其實都會定期去做木主嘅檢查，和最近一次做差唔多冇一年咧，即係我近視嘅圖書要學講大一啲啲。哦，該動好啊。動好啊。係咯，該頭髮偏分咧。冇啊，即係。我用講，因為我之前就老人講，他講捋下須節咯，根本捋到完全冇，跟住捋住掉嘅裙須，等下喺落掉嘅須節冇法子。自己會安用咩？真是咧。我兩下是唔對啊，因為我兩下係裙絲嘅圖書要學講大一啲啲，唔過是要一啲啲老花眼嘅圖書。可能只會兩張眼力哦。我唔對啊，因為我要去擺設去賣東西，嘅包裝袋當背，唔係都會寫埋嘅產品，買個新款啊。唔過撕咩都全部當死咩，我就發現我已經看唔清楚誒，我係安用音咧。當我這樣子的時候，我就很有感，開始其中哎呀，我係咪浮現出來了？係啊，是安用音嘅先生發現，安用會安用音上看得清楚呢。佢薄向我是動，真是動有感覺，因為都動心，伊真是安用音上看得清楚。去檢查下直接講第一講，哦，原來真是係老花眼，一包冷圖。對你下去最少嘅時候，哇，快睇咧，你下總咧按到後生咧。哎，我講後生台上公不發我通告咧。唔係，我怕你們不接受我們的通告。坦白來看，來我們做一集老花眼特輯，就只有慧清的。哦，這個後代根本要阿 V 而無來，因為天使。即係我講實力排寫阿 V，因為按做廣播節目就動家，你可能當我會變贏哦。跟因為你就動夢幻術，還會變越講法越看。故事嗰種時，我就見講我就看哦，因為嗰種時嘅 V 嘅專輯張出來，基本都有一條歌曲，我都台北客家。對，冇唔錯。唔過嗰種時我就見看，我就悄悄看到，你說好，跟住下來，來堂都係台北客家歌。你還要解釋啊？因為那個豆那個客家詞就是豆字孔的豆，他以為是客家寶貝的寶。哎，人家動這種台北客家寶，韓國我出價完全唔對，韓標嚟200，台北客家寶。後來有一個鄉村的鄉親大天發到天台排寫，佢按到台北客家的，佢係愛寫的歌曲。冇啦，佢冇得來啦，人嘅音控大哥就談到就講，怎麼解你大伯都講台北客家寶，我就講啊，咩台北客寶，台北客家屌啦，我說 Oh my God，我真係太夢醒了 ，V 排泄，我昨天好咧，我昨天。哦，對，好，前面真嘅 V 冇啦，冇。不過台北我係真有聽數據大哥啊，你看佢哋都冇變。好啦，謝謝，今天這個回去記得撈V1號收版權那個宣傳費哈。好啦。因為一個色彩嘅關係哦，圈絲啊，啊，上次有得一個造景水池啊，但嗰位有個鋪嘅係啊，鋪嘅，個浮萍啊，哦，啊就安尼，哎呦，看起來長長嘅，其實辣豆嘅迄樣誒，迄個臭片。這叫行送魚，ça跌到嘅水的哇，對吧？我們個後代嘅水池哦，淺啊天啊，就差不多都給他腳踝，跟我主要要俾聽聽。見到佢自己嘅動作係忍者哈特利，叮叮叮叮叮叮嘅。因為老藝同老嘅細妹好朋友出去聊，佢其中一個有啲朋友講木匠就團體，唔過佢從來唔敢帶嘅隱形嘅木匠嘅人，唔過佢有700人拖，還有800人拖，佢說佢下組條同藝就出去了嘅時候，完全看唔到安尼懵懵。見安尼了，係嗌啲咩冇想去做節目組啊？幫妹呢係要去超市買東西嘅時間呢，因為佢算錢嘅 Visa 用買同到以為冇嘅寫嘅東西通過嘛。佢就驚啊！佢就想去買烤茄哩，佢就拿動到拿5盒，就冇嗌就講誒。呢3件1盒應該拉嗬，結果佢算錢嘅員工就誒頭傷，我想講我用半件，我一看，佢係保險套，唔係咯，唔可以用哦，嚇死！唔可以用，他不可按3萬嘅。本期嘅話，呢
最近还要马上做人呢，好累哦。太上公，有吧？